各位，首先我们让刘总为我们指示一下。唐特助，不要把工作习惯带到休息的时候，娱乐时间大家就应该自在一点。大家干杯！干杯！要不咱们玩个游戏吧？真心话大考验怎么样？好。那我们就坐得邻近的分一组，刘总和甜甜，刘副总和文小姐，李先生和单小姐，狗哥和江江，小王和文文，小谷和我。恭喜各位成为搭档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分组这么草率的吗？怎么那么没有眼力见儿呢？这个分组那是用心良苦。这次的真心话大考验，两位搭档如果回答的不一致，或者有一方没回答，就算输，要自罚一杯。那我们游戏开始。你们喜欢的人在场吗？在。哎，他生病了，我替他喝。从来都是羡羡喝酒，赵赵阻拦，今天反过来了。OK， 我们开始第二局。我想想啊，偶像和恋人同时掉进水里，你们先救谁？恋人，偶像。你为什么不救我啊？刘总，麻烦你不要带入不属于你自己的人设。我既不是恋人，又不是偶像，看来我不是双选题，我还是个三选题。那个刘总，愿赌服输，要不喝了吧？唐特助，继续。啊。哎，那我就说点劲爆的。你们第一次和喜欢的人接吻，谁先主动？好像是你吧？那是意外，而且是亲额头，接吻的明明是你。救命！好尴尬。那我们再来一局。我还能喝。你还能喝。我还能再喝你10个，10个。怎么哪里都有你啊？现实有你，梦里还有你。很巧啊，我也是。讨厌，都怪你长得这么好看。长得好看有什么用啊？我跟罗茨掉到水里，你还是不救我？你笨啊！他不会游泳，你会。好，那咱们俩玩个游戏。你要是赢了呢，你就亲我一下；我要是赢了呢，我就亲你一下。好啊，什么游戏？
咱们就比谁的优点多。那我肯定赢。我的优点跟天上的星星一样，你的优点太难找了。好，你赢了。说着 My love。 你耍赖，明明是我赢了，应该我亲你。当岁月的挽留为我守候停留，浮现单纯的笑脸萦绕的思念。